对哦，有的人有啊，有的人无吼，所以今仔日咱桃园是总头日的哦，吼。啊，所以即摆来是接落吼晚上的活动，那请大家往前坐好不好？那咱即摆迄个头前遮足侪位吼，来头前甲坐落，吼，好好来欣赏。啊，而且看节目吼，同时吼，咱边仔遮有迄个健康检查，吼，会当替你做一寡什物直肠癌啦，吼，大肠癌。迄个口腔癌的一寡迄个检验哦，吼，免费的。啊，咱边仔遮嘛有迄个福音解签，哦，我想你会当看看吼，你的即个人生的道路吼，看有啥物好的建议吼，拢欢迎大家吼，这拢免费的，吼。好，啊，嘛要问大家吼，今仔日的节目吼，的主题啥物吼？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叫做丰盛生命。什么？精彩100啊！我们这个是精彩100啊！今年是我们几年啊？100年哈！所以我们的生命哦也是一样哦，要精彩100啊！那我们今天晚上有很多活动哦，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年轻的哈，他们只是在热身呐，等一下要正式哈。来，大家带动唱，来唱歌，然后我们还有舞蹈，还有那个乐器，萨克斯风，然后还有一些诗歌，我们还有一些短片、影片可以欣赏，所以现在呢，我们来鼓掌欢迎第一个节目，好不好？好，来，我先访问一下哈，这个第一个节目哈，来。建萌姐哈，这个怎么这么帅的这个带头的哈？因为爸妈生得好。哦，爸妈生得好哈。好，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他们，我们来欣赏一下哦。等一下再来访问他们哦。好，好，各位团友朋友，大家好。好。哇，真的非常的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能够跟大家见面，金花一来跟大家见面，好不好？刚刚也听过我们一些歌。那我希望呢，大家可以尽量往前坐来到这边，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说，越往前面，祝福越大，好不好？你就尽量往前坐，对，没错，你就尽量往前坐。那旁边的帅哥往前坐，就是你们，好不好？虽然我们不是很知名的乐团，那可能我们都是一些青年，就是有学生青年，也有社会青年，有读书的，也有在工作的。那我们今天呢，很简单的一个目的，就来跟大家分享神的爱。很简单，就是分享神的爱。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们因为有神的爱，能够站在这个台上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丰盛生命精彩100，就希望你们在今天能够得到神的爱之后呢，能够在今年民国100年能够活出100分。生命能够100分，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好，那我们第一首要带来的歌就叫做 Happy Day， 希望每天大家都能够 Happy Day。OK。如果可以的话，把你手借给我，一起来拍一下。在这伟大的那一天，总是望着。享受的光，因此他活着。说是家的空愤怒，胜过死亡荣获的神。来吧，耶稣他活着，他活着。Oh, happy day, happy day， 洗净我的罪。Oh,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我副歌歌词很简单，就 Oh, happy day， 可以大家一起来唱。让我站在你面前，我终于完全的知道，我是你，耶稣，你是我。
住那是我，分手痛苦将不起反抗，可是他活着，他活着。我的最后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后 Happy Day Happy Day 你吸进我的最后 Happy Day Happy Day 向你手借关起来唱哦 Happy Day 哦 Happy Day Happy Day 你吸进我的最后 Happy Day生命完全改变后 Happy Day Happy Day 你吸进我的最后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求我，好任性的天，好的荣耀是你，好的荣耀，好任性的天，好的荣耀作为，是你在救我。我的最后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后 Happy Day Happy Day 吸进我的最后 Happy Day Happy Day 生命完全改变永远不再一样每天都能够 Happy Day， 虽然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很顺心，可是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来到教会，神他的爱能够来帮助你，能够让你天天都是 Happy Day。OK，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青年，我们这些青年呢，从台上你看到这些青年。我们的后面还有更多的青年，只是在我们的台下，在各个地方。那我们每个礼拜六的7点，会在我们在中华路49号的2楼一起来这边聚会。那欢迎你们如果也是青年的朋友不论你在学或是在工作，那都能够来参与。那今天我们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长辈在我们的当中我也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到我们就是迦南教会一起来分享神的爱。那第2首呢，我们叫做要唱的是上帝能够，上帝能够。那这首歌非常简单，有很多歌词你都知道。大家有没有眼睛？有嘛？所以就那些眼睛围成眼睛拿来干嘛？要看东西的，围成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好，同学们。然后是心里，我们常常有心事，觉得很心烦，甚至心里未曾想过的事。那这些呢？眼睛、耳朵、心里，他这边歌词上面写：上帝早已预备给爱他的百姓。如果你愿意接受，然后神就会预备给你，让你的生活每天都是 Happy Day。OK， 好，那我们现在唱一次这一首歌。那等一下邀请大家能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唱《上帝能够》。事情，
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甚至心里未曾想过的事情，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做一切不可能的事情，能不是直到永远，他的爱永不改变。上帝能够做一切不可能的事情，能不是直到永远，他的爱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甚至耳朵，甚至耳朵未曾听过的事，拍手借回起来，拍手。甚至心里还没出现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一起来，上帝能够，上帝能够做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是直到永远，他的爱永不改变。上帝能够做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是直到永远，他的爱永不变。上帝能够做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只是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做一切不可能的事情，更不只是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更不只是到永远，他的大能永再次更不自己。不是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谢谢上帝能够，没错，我们认识的这位上帝呢，他就是那么样的奇妙，那么样的神奇，他能够在你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甚至心里未曾想到的时候呢，就能够把它预备好，而且他一切都能够成就。当你能够追随他，能够相信他的时候，你一切就能够成就。OK， 那我们再来带一首，再来有2首慢歌要来送给大家。第一首叫做《神真伟大》，第2首叫做触摸到的。对，那我们来唱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可以看看里面的歌词，能够送给大家，能够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在天地间。
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是神，真理真伟大，耶稣他赞美。真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是神，真理真伟大，我是神，真心歌颂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是神真理，你是神真理。心歌颂我神真伟大，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赞美神的方式，我们常常会到，有时候有些不同信仰的，会用有很多舞台，也会到庙的前面来称颂神。那这就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赞美我们的神。那希望刚刚那首歌大家会喜欢。那我们再带来一首叫做《触摸到你》。那这首歌来送给大家。那希望能够让耶稣的爱触摸到在场的每一个人，你们可以很安静的忘记你可能现在有很多的烦恼，可是我邀請大家可以忘记你等一下现在的烦恼，能够来欣賞這首歌，能夠來享受這首歌。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的吸引着我，会造成我的后倾倾你挪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
充满着我的人。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放在我的口心之抹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整年日都属于你。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让我触摸到你。这首要从头再唱一次，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这一首歌。难以相信你的爱，这个爱就是神的爱，它吸引着我们每一个人，照着我的口心之它夺去了我们所有心里的害怕，抹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的年日，一生年日都属于你。他的生命气息，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让我触摸到你，让我触摸到你，让我触摸到你。谢谢。希望在今天你参加完全部的节目之后，记得是全部的哦，不是这个节目结束就走掉，所以是全部的哦。我们节目非常非常精彩，从现在开始一连将近有3个小时的节目要送给大家，所以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一定要留到最后，坚持到底。好，谢谢大家，谢谢。好，对，我们唱完了。好，我们主持人非常的帅气，要走上来。好，是要接受你的访问吗？然后我以为他们站着不动是要接受 uncle 的，哦，结果说已经表演完了啊。
啊，大家拢无讲 uncle 啊，拢过。没关系，下次要记得哈，要提前赶快说 uncle， 他们就留下来哈。我们每个礼拜六或礼拜天，礼拜六呢是晚上7点，礼拜天呢早上8点半跟10点半都各有聚会，所以你要 uncle 每个礼拜都可以来 uncle， 没错。来，我再来访问他们一下哈。来，你刚刚有些人比较晚来哈，可能不晓得这是什么团体呀？怎么这么有活力哈？来，就共起来来。我们是那个桃园迦南长老教会可以青年的乐团。那我们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就会开始聚集。如果练团的时间呢，我们大概2、3点就会开始来练习来练团。我们都是在那个时间来练团，然后在5点的时候，我们会有大家有团契，会有小组，就是比如说你是国中生，你会国中生聚集在一起，高中生高中聚集在一起，大学生大学聚集在一起，然后我会一起分享你当周有什么高兴的，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的，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会大家彼此来分享甚至有时候会有团康活动，或者是每个月呢的寿星。2个月或1个月会举办一次庆生的餐会，然后都会跟大家来分享，都很愿意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你只要愿意，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走到在中华路49号那一整栋都可以进去，然后都可以来分享。我们青年朋友或是我们有长辈，我们不同的年龄层在那边都会都很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参加我们的节目这样子。这个上元讲得非常清楚，我拢编红文了哈，拢讲完了哈。来，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哈，你看到他们在舞台上这么有活力、有精神不打紧，他们在学校都是好学生，在家里面是爸爸妈妈最得意的小孩，所以我们在座的咱桃园的乡亲啊，你也有4岁囡仔这个年纪的迄也阮袂听话，也是有问题甲叫来倒业就对啦。来，来迦南教会青少年聚会，特别要强调一下保证让你重新得到一个非常可爱你就会觉得说我的小孩怎么这么棒的一个小孩一定会扭转他的生命，所以要推广告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若要洗谁请问一下什么年纪的可以参加？都可以，从8岁到80岁都可以。8岁到80岁。如果青年的话，我们是从就是国中年纪，然后一直到30、35岁未婚的青年，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青年的聚会，然后青年团契，我们会针对这个年龄层，如果你任何问题，包括你的爱情的问题，你金钱上面的观念，然后甚至你家庭的关系，都会跟你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过去的经验。当然，你们会有问题，我们会有，因为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人，对。可是我们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将彼此分享彼此见证神的爱，然后我们可以今天才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对。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他们我们再鼓掌谢谢来，我们也看到那个教会很多小孩拢安尼笑眯眯囡仔看起来就足古锥来。好来有人要唱歌等下等一下咱下一个节目，咱可能要开放一个用自由表演咱等一下。好，咱下一个节目要有一群非常有活力，咱看了知咱看了知，咱表演了，咱再来访问一下，好不好？好，咱来鼓掌。来，我们现在由另外一群来表演，那个。要在底下吗？这团的是各都有动力的所以无要伫台下顶要伫下骹来，咱来看一下。
Right now,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Right now, put your lips at my command. Right now, fly me off to lover's land. Baby, don't you leave me at the post. Kiss me, you can feel it coast to coast. Right now, baby, need your love the most. You have set my soul on fire. Only you can satisfy this great desire. Right now, let the full world break in two. Right now, stars can rumble from the blue. Right now, just as long as I'm with you. Right now, it's the time and it's the place. Right now, for a ride to outer space. Right now, let me have that wild embrace. You have set my soul on fire. Only you can satisfy this great desire. One time, let the wine of love flow free. One time, be the lover you can be. Right now, come and give yourself to me. Ba-da-da-da-ba-ba-ba-da-da-da. Ba-da-da-da-bow. Ba-da-da-da-ba-ba-ba-da-da-da. Ba-da-da-da-bow.睡哦睡哦！来，我们要找一个来访问一下才行啊！来啦，咱派一个迄个上活泼的，啊有无？苏兰姐啊，苏兰姐啊，苏兰姐，来来来来，访问一下，访问一下，上去，上来。来，我们先那个集合一下哈，恩友，我们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哈，叫恩友。好，今仔日吼，我们要表演吼，搁要来迄个打扫文昌公园哦，请那个恩友到舞台的左手边、左前方这边来集合，好不好？好，谢谢哈。今天我叫大姐啊，大姐，我想请问一下哈，为什么你们可以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呢？因为我们有主，然后天天喜乐啊。哦，天天喜乐哈，这最重要的哈。不过喜乐了的心在家好吗？哦，那当然也要控制一下啦。当然要控制啊。还要多运动啊。哦，拄则大家有看到无哈？哦，大家哈，这也去迄个美国百老汇看哈，是爱几老万的哈。这个哈，今天来到这边哈，大家真正是有缘，有无？圣经有句话讲到说哈，才德的妇女比金怎样更宝贵哈。所以人家哈唔听讲哈，母跳了好，身材好尔哈，大家拢是安那。我们都很爱主，都很爱主，而且在家里面都是老公的什么好老婆，哦，小孩的什么好妈妈。哦，那个鼓励起来哈。谢谢哈。所以来讲哈，今麦各位回广告哈，乡亲们请注意，你如果哈那个女人哈觉得说爱调教一下，爱老婆哈，干嘛迄个脾气较无好哦？我来介绍哈，迄迦南教会妇女团契啦，佮有啥物妇幼团契啦，哦，迄会长厉害哦，哦，你得该报名哈。哦，保证哦，回家哦，变成那老公的好老婆，小孩的好妈妈，又温柔又体贴哦。所以咱咧讲的哈，才德的妇女哈，
比真金来讲，比金银财宝吼，更较好就对啦吼。好，咱以下吼，哦，咱即马还未开始讲，就看一个帅哥们吼都已经上来了吼。这个是嘛是阮教会吼足特殊的一个团体，啊，我家己来介绍好，咱拍拍拍，欢迎。平安，平安。好势，好势，好势。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啊，你今日有食中昼无？有嘛吼？感谢上帝吼。啊，拄啊，迄阵是拢查某的对毋对？啊，拢穿乌衫对毋对？即马学阮即阵吼，嘛穿乌衫啦。但是我即阵的乌衫拢是乌以上啊，上最有到70岁以上的。所以你甲看，但是看起来敢有70岁、60岁、50岁？没有哦。哦，看起来拢只有30岁尔。什么原因呢？因为阮拢信耶稣哦，所以咱今日伫遮听的听众朋友咧，朋友着讲毋遮的朋友，电台来遮佚佗朋友，你若要减少你的岁数，要减少你较少年、较轻松，你着来信耶稣。啊，要去倒位？哦，伫迄个中华路遐49号，来啊，信耶稣，好毋好？好，一摆哦。咱来信耶稣好唔好？好。因为安怎信耶稣真正好啦，嗨，信耶稣足好来，嘿嘿嘿。来信耶稣真正好，嘿，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拜五拜六，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嘿嘿，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嘿嘿，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嘿嘿嘿，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嘿，主耶稣，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哦，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不比我的烦恼，主耶稣，主耶稣真好，我要来哦，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我的路，我来祈求，我的对我真好，真正好，真正好。我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我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嘿，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耶稣真正好，主耶稣，主耶稣最好，对我来讲，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对我的烦恼，我来祈求，我的耶稣。
伤悬，我要唱袂起啊！我咧请老师吼，我咧去个讲一次啦吼。我先访问一下啊，我唱了这激动啊，一定要访问一下啊。每个都哇，信耶稣，感谢上帝，阮牧师弟啊，来，校长啊，这首歌吼，可能爱另来一遍，迄下骹吼，拢无做伙比啊。好，所以即摆吼，来，即摆吼，这首歌要稍微降一下 key， 要重来。有没有刚刚已经听过一遍哈？你要来头前表演的，有奖品哦。哦，有奖品哦，你呢来头前哦，啊加迄个我这个帅哥团哦，做伙哦，有奖品，有没有？好，后来再来哦。真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嘿嘿嘿，我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拜信耶稣真正好，我所对我，为咱的福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对我的烦恼，我来祈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来，我即摆好无吼？主耶稣啊，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我拢来信耶稣。啊，主耶稣真好，伊予我除去我的烦恼，予我逐日笑。信耶稣真正好，来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真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每个拜真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主耶稣真好，我来学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除去我的烦恼，我来祈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主耶稣真好，我来学路，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的烦恼，我来祈求，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的耶稣，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哇！哦，各位朋友，信耶稣有好无？好。哦，你知影吼，阮遮吼后开计程车，啊嘛有驶马车的，吼，啊嘛有咧上班的，哦，阮食饱吼拢足无闲的，啊，但是今日吼挑工要来遮，甲咱各位朋友要伫遮，甲咱信耶稣真好，这个好消息来报互咱大家知，好唔好？好。哇，感谢主耶稣吼，啊，信耶稣有啥物好处？哦，稳定足大的哦。你搁知吼平安？平安，这个朋友伊讲有平安，安尼你要来信耶稣无？袂哦，伊讲袂哦，真好吼。阮教会伫中华路49号哦，阮地牧师都伫后壁尔。你若感觉讲要信耶稣，随甲报名，好无？好。哎呀，信耶稣确实真好。
因为信耶稣吼，恩典足大，哦，天父恩典足大，来。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地带，嘿嘿嘿，我们那边就一路地做伴，咱要生效伊的话，日日地带，嘿，我们那边欢乐变好听，嘿嘿，日日地带，我们变多我说。新娘说有平安无？哦，有平安。头拄仔咱迄个蔡主持人吼，伊讲要问一个答案，还有奖品，要来无？来，哎呀，即马爱送人，你头头讲要送奖品啊吼，来，那个问足简单的问题，咱就甲送，好唔好？好。来，足简单的，哦，互大家都一定得到奖品。来，足简单的哦，咱先问一下哦，咱今仔的主题叫做啥物？啊，拄则有讲啊哦，把爱传出去啊，哦，把爱传出去，来头前领好无？安尼答对的哈，我就到前面到头前来领吼。啊，你甲介绍迄内底是啥物？哦，迄是迄个 CD 哈，你讲一 CD 啊吼，哎 CD 啊，啊，迄 CD 啊，对啦，哦。哦，啊，要有奖品无？有，要有哦。咱讲吼，把爱传出去吼，拄则吼，咱第一首歌吼，来会晓比的有无？真正好，真正好。好来，会晓比的吼，好无？来，有无？你出来遮比，出来遮比都有奖品啦。小朋友要不要？赶快！好，要来，到前面来。来哦，要比哦，真正好，来，真正好哦。你不要看，你底下都，底下的，在那边就好了。来，好，在那边。小朋友来哦，真正好哦，来。对，去，真正好，来，要比呀，你要比呀，你要比呀，要比动作啊。那你要不要上？来，过去拜哦。不要。来，信耶稣真正好，来，向要比来哦，比有奖品哦。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小朋友来，小朋友。拜一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小朋友表演不错，小朋友哈要给他一份。我们刚刚的奖品呢？接下来，来，小朋友，
到前面领奖好不好？要跟妈妈分享哦，嘿。谢谢。要跟妈妈分享，带回去。咱搁一份吼，咱讲信耶稣吼，有啥物？拄则讲吼，永生啊，平安啊，吼，来，迄个先举手的哦，你这个朋友哦，来，你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你来教会吼，来教会就平安吼。咱甲时间吼，搁交互阮廖长老。我搁有偌久搁有偌久啊？看你要表演偌久拢会使啦。好来。第三首。从副歌开始。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手伤紧啊，别当摇屁股。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摇屁股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嘿，赞美主，哈利路亚！再来一次哦，来，一切歌颂来开始哦，来对头开始来，一切歌颂赞美我的王主，一切歌颂赞美我赞美，哈利路亚，我们老的呼喊，哈利路亚，嘿嘿嘿。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
哦，万个上帝，哦，你们唱了足好，哇，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上帝，安尼恁今日拢有平安，阴暗的好困哦，哦，但是吼，要困以前爱甲讲，耶稣啊，我要相信你，叫你好好困，好唔好？哦，阴暗转去就讲要困遐，啊，就要困遐就讲耶稣啊，哈，我要相信你，啊，我吼要阴暗你好好困，好唔好？好，感谢主，嘿，嘿，耶稣听你，嘿，耶稣爱你，哦，耶稣听你，好唔好？好，哇，感谢主，因为吼，安怎讲呢？耶和华的祝福满满。上帝祝福就足满的，互你满甲安尼得袂了，好唔好？好。耶和华祝福满满，来。残留的白灵水，无欠亏啥物。山顶的梅花花，春天的旁边。就是专门的上帝，我的心思真福利，我的情话的结识，我的听堂的原因，要我就好妈妈，亲像爱你多酸，我的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要。春欢喜的歌声，无论情伤悲痛，永无散。残中的白灵丝，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旁边，就是专的上帝，为一首诗。我的情话的结识，传出家堂的关机。要我做好妈妈，亲像爱的土山，就连主爱的到万世代。我们家手敬拜你，春欢喜的歌声。无论情伤意命，永无散。要我做好妈妈，亲像爱你土山，阮愿主爱你到万世代。我们也唱敬拜你，春欢喜的歌声，无论情伤。无散，无论情伤意命，永无散。信耶稣好无？哦，信耶稣就像甲阮共款哦，唱歌欢喜快乐足娱乐哦。哦，信耶稣，所以咱就爱来信耶稣，好唔好？好，咱明仔载吼，就来中华路49号，好唔好？哦，阮牧师啦，阮足济遮的弟红帽啊、弟啥物帽啊、无弟帽啊，拢会伫遐欢迎你，好唔好？感谢主，来咱蔡主持人，咱欢迎。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爱你。我搁要来访问啊，要来访问啊！哦，即马来，咱来选一个，恁感觉哪一个最帅的？我来反映他。哪一个？这个哦，这个上帅哦。你都会记得去用讲啊。后壁你选我，后壁选一个，后壁选一个较水的。你很帅，你很帅，你们都很帅，很漂亮哦。来。咱拄则吼，打开始吼，有这个呀，有这个呀，
好给你哦，好来，安尼等下一个好问啦吼。来，咱拄则咧打开始有讲吼，咱这段的吼，都很帅啦吼，哦特别帅，哦，讲有迄个蟋蟀的帅，做司机的啦吼，做司机的，大卡车的，都是开大卡车的，哦，足侪。要来访问吼，哎咱这团的迄个廖长老吼，恁这团有啥物特别的特色吼？哦，阮这边的这团的特色就是吼，阮这五音都不全，哦，拍子也不是很准，但是是上受欢迎的一团。因为阮这个团吼，无什么条件拢爱来参加，所以你若来嘉南教会，你着用报名，阮就是第4团，会晓无？哦，你若来讲，我要报名要参加第4团。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一定爱你，耶稣一定爱你。哦，所以问仔载就爱来教会。来，我来讲吼，阮教会吼，离迄个中华路49号哦，吼啊8点半就有聚会，啊10点半搁有聚会，吼啊你若礼拜紧吼无时间吼，礼拜六晚上7点吼有聚会，吼所以足欢迎大家来的。啊，这团吼。是特别吼，这个年轻力壮有活力的啦吼。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嘿，你若信耶稣一定互你有平安，互你好困，好唔好？我即马要来访问一下。啊，好啦，上帝会接受来。哦，好，哦，即马有人献花文啊吼，哦。这团蛋的队哈，那个要签名的要排队，那个经纪人要记得要排队哈。好，我今麦来，好，我搁来访问一个就好啦哈。来，咱来请这个哈，今麦这是这团上道的，所以我来建议哈。来，好来，洪生兄，来，你今麦咧做啥物主要？我做这个。不动产哦，不动产啊哈！你平常时你生活有啥物条件无？这个日常呢，无论是这个工作，甲工作的压力，但是呢，我信靠上帝，我对上帝有信心。当咱这个有困难的时阵呢，我日日主呢祈祷。上帝呢，就祝福满满，保守阮平安。好，真好吼！祈祷上帝祝福到满满。我这吼拢好问一半，因就拢讲我，表示讲吼，信上帝人是做有毋忙的啦吼，拢做喜乐的。免。哦，对啊。信上帝拢无食薰无食酒，对哦，你讲了对。哦，对。哦，好，所以会记一咯。哦，我即马嘛搁飞广告吼，讲实在来讲，咱人生伫即个世间吼，拢有当时吼，拢有足侪挫折的吼，足侪有当时你做人当个艰苦，毋过检彩呢，像阮伫教会内，阮就常常有上帝互阮瓦靠吼，阮就拢袂惊吓，所以吼，才嘛有走迄个司机南北二路咧走的吼，毋过呢。吼，咧走的时阵吼，有见证。我今仔无甲访问后盖吼，伊讲吼，在做阮讲吼，拢咧听迄个圣诗哦，就心情吼足稳定的，足平安的，袂拄拄吼。另外咱来看吼，咱即个伫台下顶的这种人模人样吼，我嘛人模人样吼。来，我来讲。咱啊，离迄个你的先生啊，吼，小孩啊，咱有当时在外口吼，先生哦是挫折足济吼，有当时啊做生意迄个交际应酬足济吼，有当时拢会惊偏去吼。不过咱来看吼，我们这一团的，哦，这个咱讲社会上的精英，虽然职业不一定都是吼，什么医生，什么不过吼，检彩因伫社会上吼，拢是人称赞的。所以会记真吼，你啊，迄个先生啊，有捌的男士啊，吼，
他在心理挫折，哦，他在生活艰难，还是讲真有做嘞，用人咱啊介绍来教会，尤其参加阮这团的第几团？欢迎第您来，四团，哦。哎，欢迎您来，欢迎您来报名参加，谢谢。咱哥搞这团的，谢谢。我们下台一鞠躬，好，谢谢。好，谢谢。好。哦，这个掌声如雷哈，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哦，所以你要记得，哦，人生在这世上，哈，圣经讲哦，人哦，较长嘛70、80岁，有的人可能较长淡薄啊，不过咱离这个社会定定拢是劳苦重担。不过检查阮伫教会内底吼，就像阮唱的诗，阮人海，就要互咱喜乐甲平安。所以咱的朋友吼，真欢迎你来教会，吼，咱。